各位同學早晨，今日係農曆12月初二，大家知唔知道係24節氣中嘅咩節氣呢？冇錯啦，就係大寒。你知唔知咩叫大寒啊？大呢就係巨大、嚴重嘅意思，寒呢即係代表寒冷。大寒呢就係古時一年入邊最寒冷嘅時候。古人呢將大寒呢分為三候，等候嘅候。原來呢喺大寒嘅時間呢，母雞就開始孵小雞，大鷹咧就準備捕食獵物啦，所以佢嘅尖、佢嘅爪咧會磨得更加鋭利。再加上河上面嘅冰結得厚厚，證明咗咩咧？證明咗天氣雖然寒冷，但係大自然所有嘅生物都準備就緒，迎接春天嘅來臨。喺呢個寒冷嘅季節，同學仔要好好保護自己喎，因為由聽日開始咧，寒冷天氣警告咧就會跟住我哋。大家記得要着多啲衫，朝頭早嘅時候記得要着厚厚嘅衫，有需要咧加上圍巾、手套。而且我哋飲食，我哋冬天咧可以飲一啲咧暖和嘅食物同埋飲品。再加上最重要咧，我哋要做一個適量嘅運動，等同學仔咧嘅血氣咧可以運行。令到咧我哋身體咧好快咁樣暖和起嚟，做得到嘅點一點頭俾我睇啊！做好自己之餘，我哋仲要照顧身邊嘅兄弟姊妹同埋屋企人喎。屋企有爸爸媽咪、老人家、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嘅，舉手俾我睇啊！好，咁你哋可以點樣照顧佢咧？可以放低手啦。咁你可以幫手佢哋做家務喎，幫佢哋倒一啲暖水。如果出面翻風嘅時候，你幫手閂窗。不過咧，睇落咁少嘅東西咧，其實咧可以為到屋企人咧帶來好多嘅溫暖。同學留意喎，過去嗰個禮拜六咧，有部分同學咧經歷咗自己嘅大寒喎。知唔知點解？因為有啲同學咧過往上個禮拜六咧就係家長日，有部分同學咧就面對咗自己嘅大寒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可能你嘅生活，可能你讀書或者其他方面遇到啲挫折喎，哎呀成績退步咗少少添，或者某啲科目唔合格添，或者喺日常生活入邊，哎呀有啲情況做得唔係咁好喎，用 iPad 又用多咗時間喎，或者咧做功課咧啲字又唔係咁靚喎，同學或者咧在座咁多位教職員都可能經歷過大大小小唔同嘅大寒，不過同學放心，大寒雖然好凍，但係咧，告訴我哋咧個美好嘅道理，就係咧寒冷嘅盡頭就係溫暖。同學記唔記得冬天之後係咩天啊？春天啊！春天咧帶俾我哋無限嘅希望。係啦，再過多一個月就係我哋咧萬眾期待嘅農曆新年啦。咁等我哋咧希望喺呢個大寒嘅季節，用溫暖嘅心保護自己，關愛家人，期待咧春暖花開嘅到來。我分享到呢度為止，多謝大家。好。